袖，落红满地归期中。萧美娘拜见晋王陛下。萧美娘，本王派人四处寻你，你自己送上门来。妾身久闻晋王大名，文武双全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殿下有帝王之相啊！本王者可见，号曰秋赖，感人头颅，从无生息，如同一叶之蝼。再胡言乱语，剁碎了你！妾身仰慕天下英豪，殿下如不嫌弃，妾身愿追随左右，不枉平生所愿。我父乃大梁之王，在我父皇身边，谁想当皇上，谁能当皇上，我比我父皇都清楚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殿下便是想当皇上又能当皇上的人。太聪明，活不长。也不怕死。妾身乃亡国之人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蝼蚁都尚且偷生，更何况我呢？我不怕死，可我想活。好，对不住你们啦！对不住你们啦！不知殿下要如何处置亡国之君陈叔宝呢？杀！殿下，陈叔宝不但不能杀，反而应该厚待，对殿下成就大事有利。此话怎讲？殿下大军到来，杀戮无数，陈国军民人人自危。倘若殿下留他一命，那陈国军民自会对殿下感恩戴德，诚心拥戴晋王率令，晋王格外开恩，赦免陈叔宝死罪，带回大隋，听候发落。谢晋王。小美娘，果然与众不同。答应你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要你答应，
如果有朝一日殿下登了大位，便封我做皇后，妾身会死心塌地地追随在陛下身边的。未可不巧啊！国一灭，天下一统，朕得偿所愿，不胜欣慰。请皇儿，朕要重重赏你。谢父皇，母后，儿臣不敢。此次儿臣实是侥幸进宫。若说平灭陈国，南北一统，那全仗父皇英明，雄才伟略，和将帅士卒们用命。儿臣祈请父皇奖赏有功之臣，安抚阵亡将士的家眷。至于儿臣什么都不要。父皇，兵者哀事也，杀戮太重，儿臣心有不忍，已经立誓，自即日起沐浴戒斋，抄写佛经10卷，供奉于佛前，为国宵夜祈福。婴儿不仅作战骁勇，而且还有仁德之心啊！装模作样。大隋一统，天下鼓舞，老臣小女杨玉儿敬献鼓舞一支，以表忠心。儿臣祈请与玉郡主共舞。晋王小心！妹妹，是。几年不见，妹妹都成大姑娘了。好，为表心意，老臣还筹措黄冈48万两白银，为我大隋修建万年宫。愿吾皇万岁，江山万年。好，陈国一灭，天下一统，朕要大赦天下。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！我们号召大赦天下，无论是杀人凶犯、养马强盗，凡在押犯人一律释放，各州各衙通通敬老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就是这个犯人程咬金，他不肯出狱。程咬金，你贩卖私盐，理应问斩。幸好遇到大赦，你还不感恩戴德，赶快滚回家去！哎呀，爷就是不想出去啊，这儿好吃好喝的，爷我都长了一身膘了。程咬金，你敢抗旨？程大爷，您在这儿光顾着有吃有喝，赖着不走，那我头上的乌纱帽可就没了。再说我这项上人头，他也就不跑了呀。哎呀，活该呀！谁让你把我抓进来的？哎呦，大爷，程大爷，我听说您可有高堂老母在家呀？啊，您在牢中有吃有喝，可你想过他老人家吗？哎呀，对呀。我老娘还在家呢，我得去看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要是回去了，这家里穷我就没饭吃，没饭吃我就得犯法，我还得回来，我还是在这儿。程大爷，你还是出去吧，您可以出去做个小买卖呀，挣到钱不就有饭吃了吗？就是啊。哎，好啊，做买卖我没挣钱。程大爷，今天呢，本官就算积德行善，给您点本钱吧。哎，对，就这点银子不够做买卖的。程大爷，您别抢啊！程大爷，干什么？哎，程大爷，回家找我娘。程大爷，传我江湖红令。好汉不惜一切代价截下杨梨黄冈。是。县中有令，务必在3日之内寻得一位艺高胆大之人。去吧，孩子，不哭了啊！爷爷这儿银子不多啊，给我买一块棺材，我把父亲葬了吧。啊，回去吧。不行，快起来！来，起来，来爷爷抱抱，别哭啊！来，就这，回去吧。娘，我回来了，娘，我是阿丑哎，娘，小花啊，我回来了，娘，阿丑，娘，我是阿丑，娘，是娘，娘想死你了，娘心死了，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，娘想死你了，哪儿不走了，哪儿也不去了，娘，慢点，娘，坐，回来就好啊，儿啊。回来了就不走了吧？不走，哪儿都不去了。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贩卖私盐闯大祸了。开眼！哎，站住！
私卖官盐，胆子不小啊！还，哎呀，哎，娘，搂住了啊！舒服吧？上骑马吧，上骑马吧！站住！哎呀，你给我别跑！站住！哎呀，别跑！儿啊，咱不走了，不走，在这儿啊，咱们找个正经的营生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多好啊！娘啊，阿丑浑身都是力气，可是啥都不会呀，娘。这么着，娘啊，教你呀，编柴耙，你看，就这个。哎，娘教你啊，来，你也跟着学啊！你看啊，现在套上了吧？啊，你看往这。娘是从这儿穿啊，我娘出来了，没套住啊，我娘又没套住，娘，儿饿了，正好娘给你腾着馒头呢。哎呀，雪白的大馒头，哎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，我儿就是聪明。在程母眼里，就是聪明的程咬金编了一晚上的柴耙，竟然没有人编成。但这并不妨碍他第二天一早挑着满一担柴耙去集市上卖。只是邻居家里可就白忙活了一晚上。哎呀，我说你别等我把牌子卖了，给我站住！买肉吃啊！回去吧。放下我的柴耙！卖耙子嘞！卖耙子，来耙子吧！来个耙子吧，10个小钱一个。卖耙子嘞，10个小钱一个。看看耙子，10个小钱一个。哎，我不要。9个小钱，8个小钱，7个。不要，你放开。有吧？卖耙子了！10个小钱一个耙子啊！卖耙，客官慢走。卖耙子了，来，过来，卖耙子啊！不买不让走。哎，走，别在这儿卖耙子，没看见吗？这是万家绸缎庄。他娘的，什么他妈万家绸庄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从今儿往后，这儿就姓程了。务必在3日之内寻得一位艺高胆大之人。去吧。卖耙子了！掌柜的，10个小钱一个耙子。这位，您在我这儿发狠，算不了什么本事。您看那边的没有？那叫会仙楼，那儿的老板是一个真厉害的主啊，没人不怕的。你敢去吗？您要是敢去，您这柴耙我都要。他娘的，什么地儿我不敢去啊！先到带路。哎，好，行。来，哎呀，好酒啊！来，车台。哎，知道这饭庄谁开的吗？不知道。哎，那我告诉你啊，这饭庄的东家住在离此5里外的汝南庄，名叫尤通，字表俊大，外号人称铁面判官。哦，哎，这个尤俊大呀，那可是个狠人呐！啊，他开这个饭庄，那就是阎王殿，在这儿吃饭，他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。你要嘴里说半个不字，他按下就打。咱可别吃这个亏啊！他娘的可恶！我说，你可得小点声啊！这要是传到他的耳朵里，那咱就出不了这个门了。他娘的，今天爷爷要会会他。一会儿他来了，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可不能闹事儿啊！他要是骂您呢，您就当没听见；他要是打您呢，你就叫声爷，再给他磕10个响头啊！没准他一高兴了，还赏你一口酒喝。去他娘的！我会把这馆子给砸了！
程大爷，这可不敢。哎，你可得小心点。哎，我走了，大我走了。哎，大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干嘛砸东西啊？哎，我还揍你呢！哎！哎，打人了！哎呀，他娘的！来！呀！哎！来，小子，陪爷爷再玩玩啊！庄主，这小子太不讲理了，他砸东西。小子，你有能耐过来呀！我们庄主来了，过来扒住了。会是绿林道上的，不如我先试试他。你是老何家的？哎，他娘是老何家，爷爷是老程家的。那你是吃生米的？生米多硌牙呀。看来他不是道上的。好大的胆子！敢砸我的会仙楼！哎，爷爷要是高兴，把你这会仙楼给烧了。大胆！老子扒了你的皮！哎，小子，来扒！你可知道，我就是尤通尤俊达。知道，你就是那个铁锅拌面嘛，尤达嘛。哎，长，哎，长，酒和菜都在肚子里，长，小子。好，有胆量。你敢跟我走一趟吗？嘿嘿嘿，去哪儿爷爷都敢去，全都带路。走。这是，大哥，我一生之中最敬重英雄，寻觅了多年，今天终于让我碰见了。我意与大哥义结金兰，不知大哥意下如何？哎呀，兄弟啊，哥哥别的都不好，就是好交朋友啊，朋友就是多，是吗？是。来，莫要错过良机，随我来。哥哥，你跟我学。来，不能。哥哥，庄主。哥哥跟着我说啊。苍天在上，各路神明。苍天在上，各路神明。今日我尤俊达，今日我程咬金，在此义结金兰，8拜为交。义结金兰。在这儿义结金兰，8拜之交。哎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求什么？这不求同，就咱不是一块生的嘛。对。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天诛地灭。哎呦，来，哥哥，插上。哎呀，小心！来，哥哥，兄弟，哥哥，哎呀，兄弟，哥哥，咱们这一结拜可就是一家人。是啊，哎呦，家中还有何人？还有个老娘啊！快把咱娘接来！哎，走，快去把他娘接来！没叫你去，你准备酒宴，我要跟哥哥同饮一番。走，来，哥哥，开我房子。犯我者，亡！阻我者，杀！玉儿姐姐，你的剑法也太厉害了吧！上次二皇兄发战得胜归来的那天，你们2个比剑，特别是那一剑轻挑，
一下就把二皇兄的头发打散了。玉儿姐姐，快教教我吧。琼花妹妹，我记得你说你想要学剑术，可是这剑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。走。公主、郡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玉儿姐姐答应要教我剑术，我这里一把剑都没有呢。您那里兵器多，帮我选把剑吧。好。公主请。谢谢将军。郡主。对了，上次在大殿上，多谢你帮我解围。没什么，但是郡主，你在宫中行走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玉儿知道了。这是我挚爱的宝剑，送给你，以作防身。真好看。不过这是你的挚爱，玉儿怎能夺人所爱呢？你如果不喜欢，那就把它扔了吧。你呀，一点都没变。谢谢了。我先走了。父亲，这是哪部的令牌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你要做的是按照这个令牌的指示，接下靠山王送好黄冈。这是晋王的意思吗？父亲，接黄冈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这是你该问的吗？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。是。你想造反？放手！无论我让你做什么，只管去做，做不好，这就是下场。嘿。
下，您可终于来了。臣妾等您等的，这颗芳心都要碎了。这么说，本王不顾性命把你私藏起来，值得？那是自然。对了，殿下，这是靠山王之女玉郡主送来的。大概什么呀？落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意思？我就知道你对这玉郡主念念不忘。念念不忘又如何？靠山王杨林可是您的叔父，而玉郡主就是您的妹妹呀。女人之于本王，生我者不可，我生者不可，愚者无不可。不过若是臣妾没看错的话，殿下本人并不在旁。靠山王杨林，老儿坐拥重病，本王若得他，何天？既然这样，只要晋王想要，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。既然不能另行手段，那就明媒正娶。不如就让皇上替晋王殿下做主，向靠山王提亲。恐怕父王不准。这又何必殿下自己去说？只要您母后答应，让母后去求皇上不就行了？我若得那玉郡主，你不怕冷落了你？我既然敢为殿下谋他来，便有自信镇得住的。更何况，殿下不早就答应过我吗？如果有朝一日，殿下登上大统，便封我做皇后，难道晋王忘了吗？他想做皇后。给我抓住他！拿过来！拿过来！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！打住他！黄冈筹措的如何了？回禀父王，还在筹策中。还差多少？还差10万两。那就尽早安排，沿途各地州县府衙扫清响马，务必保证黄冈安全送达。是。看来这里有50多人。在衙门里当多大的官啊？马快班头。老子当是多大的官呢？原来是个虾兵小将。龙海，现在投案还来得及，如若抵抗，罪加1等。哟，还挺硬的。小的们，把这个狗差人下油锅给我炸了，做成软炸里脊，送到县衙去，给那个狗县令下酒吃。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大王威武！黄彪马！大王，快点！大王，都别动！都别动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山东历城县马快班头秦琼秦叔宝，今日奉命捉你归案。英雄饶命啊！走吧。如若
抵抗，与龙海同罪处置。别动！违者可杀！别动！快动！干什么？违者可杀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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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围起来！二哥，你没事吧？大虎兄弟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二哥，你在洞里时苦如镜，兄弟们在外头可都担心着呢。龙海呢？嗨，一位！一律法，若再跑，罪加一等，即刻处决。啊，二哥，可累死我了。带回去吧。走。驾！王爷，我等奉皇上之命，已将彩礼送到，婚期定于8月8日。上回营，送客。谢王驾千岁。请，请。父王，这些贺礼，这是晋王送来的彩礼，而且婚期已定。父王，若是玉儿决意不嫁呢？婚约乃是皇上所赐，况且婚期已定，为父也无可推辞。晋王才华横溢，一表人才，你究竟因何故不愿嫁呢？莫不是心中已有他人？玉儿心中并无他人。父王，玉儿不愿嫁给晋王，一是在献武之时，晋王他举止轻浮，玉儿实在无法认同；二来，玉儿还想留在父王身边，报答父王您的抚养之恩。你的心思，为父明白，只是圣旨已下，为父也无力挽回呀。不嫁，那就是抗旨啊！王驾千岁，武魁、武亮将军已准备就绪，出发北平府。前面带路，为武将军送行。是。玉儿，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吧。回陛下，说吧。快说！是，太子打猎去了。若不是害了这场病，朕还想着去打只老虎呢。父皇一定行的，到时儿臣陪父皇一起去。我自己来。皇上，玉儿即将大婚，就让她尽尽孝心吧。
父皇母后，儿臣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，发明宗旨，相信一定能为父皇母后消灾延寿。婴儿，你这样尽善尽孝，父皇母后都看在眼里了。婴儿，你向来简朴，哪来的这等不寻常之物？父皇，您想节俭，不常奢华，可是您那件貂袍都残破了，儿臣实在看不下去，就私自留下这件母后恕罪。母后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怎么了，婴儿？儿臣不敢说。怎么回事？说呀！儿臣平安城回来，收到父皇母后的嘉奖，可谁知道，却遭到大哥的猜忌。大哥说，私下绝不会放过儿臣。母后，我担心大哥登基，儿臣性命休矣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求见。知道了，婴儿，你下去吧。母后保重。臣告退。儿臣参见母后。你最近收获如何呀？打了几只狼，几只兔子呀？身为太子一国储君，整天东游西荡，不理政事。你看你哪还有太子的样子？你父皇生病，你不再左右伺候，竟然去打猎取乐，你的仁孝之心哪里去了？母后切勿生气，孩儿知错了。你父皇生病，你为何不去探望？儿臣只是不想见到晋王。他是你的亲弟弟呀！我就是看不惯他装腔作势、虚伪的样子。哼，你倒不虚伪。平陈国你怕热，大突厥你怕冷，结果弟弟屡见其过。怎么，你受不了了？早干什么去了？儿臣，你心胸狭隘，哪像个英明的君主？我真是担心呀，将来如何掌控大隋的天下？不要！皇上，你又入梦了。朕刚刚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，朕正在大殿里批阅奏章，突然来了一股大水，水里游出来很多黄口小10几个，对，是18个。他们过来撕扯朕的龙袍，然后撕毁奏折，朕就醒了。这个梦好怪。18个黄口小人啊，正是。皇上让奴才寻解梦之人，奴才就赶过来向殿下通报。好。
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哎呀，能为晋王殿下做事，那是奴才的福分呐。往后本王在朝中能否耳聪目明，那就得看公公您了。请晋王殿下尽管放心，往后无论宫里发生什么，保证您是第一个知道。父皇身边还得有人在，不留你了。那奴才告退了。晋王心中已有高招，偶得妙句，与我品评一二。直播。寒鸦千万殿，流水绕古村，斜阳欲落去，一望暗销魂。好事，好事啊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哦，我们可以借机断定太子杨勇左膀右臂。真的？是谁？李渊。你们说的，你们都记住了？那你们背一遍。就这样，你们呐，每天给我念上100遍啊，听见了吗？只要念就有糖葫芦吃，我每天免费的供应你们糖葫芦吃。哎，那你也要说话算数，把糖葫芦给我们。哎，算数算数。可以了。我也要。我的巨无头，海无边，早晚天下留他们。说，你又在外面给我惹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先别凶他呀，问清楚了再说。没惹事啊，我就见那个人使坏，我就推了一下。这哪里是推一把呀？人家王公子都已经伤到筋骨了，大夫看过，说10天半月的都下不了床了。王家都来闹过几回了。那谁让他人在那儿？住口！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个孽子，你看看你几个哥哥，建成、世民、元吉，哪个不是文韬武略？哪个像你这样？我家元爸怎么了？他心地善良，也有他的长处。还是娘好。见过那么多私塾先生，哪有一个教会他半个字的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你找不到，我找。哼，看你的。既有无头，海无边，早晚天下有他管。既无头。18个皇后小儿，就是18子。这就是说18子木，子李，撕扯龙袍，撕奏章。这就是说，理性之人要扰乱朝纲，
毁我大隋的江山社稷。哎呀，真该死！胡言乱语，请皇上责罚。你快说，此劫是否有方法化解？是有。快讲快讲！陛下，臣不敢讲。为何？若要臣讲，请陛下先赦臣之死罪。讲吧，赦你无罪。天下理性之人众多，不可能一一防范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杀掉朝中的理性重臣，保证皇位不受理性之人的威胁，能保我大隋安然无恙，江山永固啊！无稽之谈，万万不可！本朝理性大臣有几十位之多呀，大都是功臣和外戚。若因一个梦要杀掉那么多人，那岂不是要造成大乱子？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的江山社稷重要，还是理性臣子重要？您可信其有？这没有什么错的，该杀就得杀。这是皇上洪福齐天，老天示警。皇上，天意如此，断不可违呀！皇后娘娘担心皇上夜读过于辛劳，特送来银花莲子羹。放下吧。陈公公，你觉得宇文化及这梦解得如何呀？哎呀，一个字准呐！皇上乃真龙天子，天命所归，心眼通天呐。梦境就是征兆，所以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皇上，小心为上啊！皇上，奴才有一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最近坊间兴起一句童谣，不知从何而起，却越传越凶呐。什么童谣？说的是计无头，海无边，早晚天下由他管。计无头是个李字，海无边是。皇上，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今日随母亲窦氏前来宫中探望皇后娘娘，听皇后讲起皇上的18子之梦，想要面见皇上，已在外面等候多时了。素闻这唐国公次子李世民文韬武略，朕倒想听听他有何见解，宣他进来。是。世民叩见皇上。世民平身。谢皇上。世民呐，想必你已经听说朕的梦了，有何见解？回皇上，梦之玄妙，恐非言语能够讲清。然凡事皆有两面，还请皇上从另一面考虑。那你对此梦作何解释？18小儿，乃是说皇室后代人丁兴旺，围绕皇上身边是享天伦之乐。那坊间童谣
既无头，害无边，早晚天下归他管，这又作何解释？季节往复，天地宽广，是说这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若皇上仍是担心，不如便将朝中理性大臣贬谪至边远之地，让他们远离朝廷。我父亲亦会感皇恩浩荡，于边远之地为皇上尽忠。把车备好，在外面等着。是。既无头。既无头，害无边，早晚天下有他管。整天这样胡言乱语，这成何体统？不疼，就跟挠痒痒似的。夫人，马车就在外面，赶紧收拾东西上路，要快。老爷，圣旨到了。这么快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逃不过。夫人，我去接旨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走。老爷。父皇不杀李渊，正是。皇上说，对李姓官员不杀不留，全部贬到外面去。李渊被贬去太原，任通守一职。瞥睨了这个老匹夫，一定是太子走了母后的门路。这像是母后的主意。被贬的还有谁？还有蒲国公李弘贬河套，豫国公李克贬河北，还有工部尚书、户部侍郎等几个无关紧要的人物。这个李渊是太子一党的灵魂，必须除掉这心腹之患，半路截杀，然后栽赃给降马，死无对证。派谁去？晋舍卫。来者何人？降马劫道。快快走！保护家眷，往树林那边走！人马，快走！走！怎么？还是我去。你看好龙怀。好，小心啊！你也小心。
神仙。出手相救，神仙，你打得太好了！赶紧走吧，壮士，可否留下性命？不必了。着一个穷字，穷，驾！二哥，大半夜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二哥就是爱管闲事儿，赶紧睡吧，明早还得赶路呢。不能睡了，我们得马上走。这么晚了还要赶路？对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杀了金蛇卫。什么？你杀了金蛇卫？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！杀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他们是金蛇卫。你看，哎，二哥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走，走。好。金蛇卫从不失手，你已经不配做金蛇卫了。快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腰牌。你能认得出救李渊的那个人吗？能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谢大人不杀之恩。下去吧。是。金蛇卫乃皇家卫队，执行暗杀任务从未失手，此番失手，不仅危及我宇文家族，甚至还可能牵连晋王殿下。父亲，我亲自走一趟，必将腰牌追回。不，你不能擅离长安。朝廷之上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潮汹涌。你留在长安，助晋王完成夺位大计。金蛇卫之中，谁最得力？司马欣。二哥，你怎么样？这样下去不行，金蛇卫很快就会追上来。这样，走小路。好，二哥，我听你的。可你这伤势，我怕耽误了。没事儿，快走。好，驾！父亲，不知父亲有何吩咐？晋王要迎娶玉君主，你去把玉君主接进宫。怎么，你不愿去？儿臣不敢。只是父亲先前说，让儿臣留守长安为重。不知这件事情可否另派他人？
此事关系到晋王与靠山王联姻的大事，不得有失。我要你亲自去办，听到没有？是。真被追到，就跟他们拼了，豁出去了。不行，他们都是高手，我们跟他们拼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那怎么办？拿上。黄彪，听话，一直往前跑啊！驾！这个办法好，走，走，走，小心啊！二哥，怎么样？停，他们来了。兄弟，全仗着体格壮，撑到现在。如果再耽误个1天半天的，恐怕连神仙也救不了他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年轻人，不要着急。老朽这里还存了一些治蛇毒的草药，药力相同，应该也能治上一治。不过这是死是活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坚持住，二哥，坚持住啊！这兄弟是被暗器所伤，对手能在暗器上微震毒，绝非寻常人等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啊，江妖大盗。这也难怪，现在毒性已深入肌里，还好没有伤及内脏。老朽的药已经控制了毒性的蔓延，二哥，命算保住了。二哥，不过还需每日换药，起码要静养，100日以后才能好啊。知道了，救命之恩，来日定当重谢，多谢了。那老朽告辞了，告辞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我们上的。
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杨林老儿竟不和本王商量，要派他的人到我北平王府来挂帅，这摆明了要监视本王。王爷，是谁惹了你了？参见王妃娘娘。免了。你看你呀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天天暴跳如雷的。我这刚出门就听到你又吼又叫的。什么事儿把你这个北平王给气成这样？娘娘有所不知，那靠山王派他的心腹五魁五亮前来北平府任命，实则是要监视我们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。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个老匹夫欺人太甚。我北平王府姓罗不姓杨，燕云16州都是我罗家的地盘，谁也不能介入。谁要胆敢，我一定让他知道我姓罗的绝不是好惹的。北平王府这根骨头不是谁都能啃的。